竞选学生，耶稣特志传道理，让有别人就家人异地，有刺棉，有摆卡，也有草时。耶稣欢喜家人伊，耶稣四过行，做工无时停，就对正人的中间顶学生，通找因去传道理。所顶学生12名，出门是跟耶稣行。有西门先做彼得，甲伊的兄弟安特别；有西庇太的囝雅各，甲伊的兄弟约翰。这四个是土士人。阁有腓力、巴多罗买、马太、甲多马。多马身挂第一招字，马太是抽水挂字。耶稣经营做学生，因无提食物向前。都有阿力会的囝雅各、伯太、他那里的西门，甲为耶稣的家族人犹大。耶稣学生12名，犹大第一派名声，因为为耶稣是伊，后来家己去吊死。耶稣学生三甲大，常常三姊妹最大，加在耶稣老教时，人人比做真谦卑。耶稣现时爱咱做伊的学生，不论伫什么所在通做伊的路径，有人正好，有人传道。